看到云林这高丹云林地区呢，已经有111个天狗的确诊病例。讲到这最近确诊的个案，大部分拢是做田的农民，集中伫咧云林古坑的后堡村。风台过后，环保局也会针对着地区扩大清消，也个调查。好民众会积水物件，千万唔通乱拼。若准查到水起者，上悬会当罚到6000块。风台扫过消毒大队沿路详细消毒除药啊，不管是厝内外口拢袂当放过。云林县伫6月30发现第一个胃着天狗日的病例，到目前为止确诊的病例已经有111例，而且大部分都集中伫古坑乡下堡村。大部分都是在从事农耕的这些农民感染古坑的97例里面那荷包就占了63例63例。那所以针对这个热区，然后也有很多的笋源都是在荷包村附近云林县卫生局表示，目前云林天狗日疫情也未降温，佮加上风台扫过，有落雨引水地区要愈注意白网生团，亲像果子园也个得啉。若是农民采收得了的滴汤积水，地正做水起生团所在，环保局当咧加强稽查。总共到7月30号为止我们整个裁罚件数达到66件针对热区的部分给予6000块的罚款。那另外其他村里就裁罚1200。那通过有效的一个裁罚机制，目前裁罚件数有趋缓的状况了云林县府表示，最近不少天狗日的确诊个案，拢是去采地界的农民。目前针对竹林过境园加强消毒。第一阶段是卖掉拖白网，第二阶段以卖残留的环境用药卖掉水池。为了控制疫情，县府当咧研究公告，禁止移区的农民入去竹林过境园采收的补偿方案。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。